继续来看中华139县道是真受欢迎自行车的路线，不过却真正传出有人去互流浪狗啊虐，甚至是受伤的消息。2日早起有人骑铁马，全呢累残受伤，毋但伊的车歹去，伊的脚甲手嘛几个所在拢擦伤。目前中华已经发生几啊件类似的意外，嘛显示流浪狗管理的问题。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表示，有尽量咧抓流浪狗啊，不过收容所的空间无够。 会先尽量安置有攻击性的狗仔。脚踏车车队经过这个路段，一只乌狗头存在看了就冲喺路中，经过脚踏车未挥动，摔喺涂骹，一拿掠碎，这只乌狗随走到无看影。患者主诉肢体疼痛，还有擦伤，意识清醒。 冲击的力量正大，脚踏车的车架啊断做3节，骑车的民众被紧急送病院，好佳在这个人擦伤，无性命危险。2日早起8点左右，这位姓杨的民众甲车友伫中华139县道骑车运动，无想到讲，互走出来乌狗入摔喺涂骹。伫顶个月初六，有一位女老师也是骑车经过，互流浪狗入连人带车绊倒，加点有流浪狗的入车，民众拢真紧张。虎视眈眈，不一定会冲出啊。不慎撞上路边冲出的狗，造成手脚擦挫伤。 来到代志现场，伫遮真侪路段，拢会人看到流浪狗，为警戒心较强，看到人就吠，为看起来是想要攻击。当地民众讲，因为这是山区，而且还有一寡人甲因饲，互流浪狗愈来愈多。中华县东防所讲，因为中华县即个一个伫咧园林的收容中心，收容量无够多，所以将会加强就地来管理。187。 然后我们最大的量是251只，收手的量有限啊。哎呀，如果说真的是案件多的话，所以会追咬人的，我们还是会把它收容在所里面。中华县东防所讲，因为收容中心容量有限，只个人尽量安置有攻击性的狗，也会派人去现场确认。若是有人饲的，会要求加强管束。如果若是流浪狗，而且评估无攻击性，会先该绑起来，互因袂死，再个放转去，也请民众莫阁甲因饲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